我阿 Jeff，我係梁氏飛星紫微斗數第3代傳人，我師承台灣張世賢大師。好多人問究竟咩人先適合做命理分析呢？有3類人係好適合做命理分析嘅。第一類人，如果你而家係一個人生抉擇點嘅話呢，例如事業又好，感情又好，你兩邊都好糾結，唔知點樣做。有好多時候有好多角度，自己睇件事係唔知道未來嘅嘢㗎嘛。我會幫你講埋你自己諗唔到、考慮唔到嘅嘢，講到你條命，如果你行呢條路，你之後就會點。第二類人，你想發展嘅話呢，其實最大嘅作用就係幫佢少走彎路。如果你想而家作出一啲改變，想發展自己，而且你已經有一定嘅資源嘅話呢，可能你由而家開始想做一樣嘢，想去創業。我繼續做，我諗住用我自己嘅認知，用我自己諗法嚟做。可能你會走多好多彎路，可能走多幾十年，可能走20年、30年嘅彎路。一段感情，如果你想識一個新嘅異性，我可以同你講，你幾時喺邊度識到一個異性係對你好嘅？呢樣嘢命理個命盤入邊全部都有寫低晒。你由一開頭已經知道咗嘅話，你可以少走20-30年彎路。第3類人呢，就係如果你已經做緊一樣嘢啦，例如你已經做一個 project， 可以透過命理分析，然之後我可以指點到一條路俾你，究竟點樣走出呢個困境呢？咁如果你想知道有中間會出現啲咩風險，要點樣避開佢嘅，都好適合。我可以好指定咁同你講，究竟呢個問題會喺邊度發生，點樣發生，帶來咩後果。然之後你知道呢樣嘢之後呢，你就會識得點樣避開佢。其實做完一個命理分析，就可以同你講，可能有一條2全其美、3全其美嘅解決方案，一條路你係諗唔到嘅。我想問下你，你有冇諗住第二日諗住做啲咩啊？我第二日啊，其實咧，我一路都冇一個好明確嘅方向，但係都即係有咩好想做，可能即係自己都未係話非常清楚。係啊。首先講翻你個盤先。係啦。咁其實我喺個盤度見到咧，其實你第一樣嘢就係你自己，我哋叫做沉穩啊。你知道自己喺度點諗嘅，你知道自己點諗，自己想要啲乜嘢嘅，其實係啦。然之後咁，其實我哋有個 terms 叫城府心，係啦。咁你有自己野心，自己其實有個 image， 知道自己想點，係啦。如果你話工作能力方面，其實你嘅工作能力絕對冇問題，可以同你講喺個盤嗰度見到絕對冇問題。但係有一個好嘅地方就係你嘅子女緣、子女宮強。係啦，子女宮呢樣嘢就係暫時都係想遵循翻拍嘅呢一個方向。都係做 media 相關嘅嘢。係。有冇諗過第日想過咩生活啊？暫時嚟講，我 foresee 到嘅，即係可能30歲前可以照樣 freelance，靠 freelance 拍嘢揾下食咁已經相當不錯。首先，你呢個命盤咧係一個求財不求官嘅命盤。求財不求官嘅意思就係代表其實升職嘅話咧好難升，而且你職位嗰啲嘢咧其實都唔強，其實有得升職嘅，即係可能入一間公司入邊。咁試完之後，其實都係一個幾新嘅體驗啦，同埋我覺得都有幾多資料值得參考。雖然佢即係幫我預測咗個命盤係大概係個走勢會係咁樣啦，但係其實都仲有好多部分我自己可以 adjust。好似唔係將個命理講到咁死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覺得呢件事有趣好多，同埋可信好多咯。我本身對玄學都係有啲興趣嘅，身邊都有啲朋友有學嘅，所以占卜啊、八字呢啲我都有試過嘅。但今次梁氏飛星俾我嘅感覺有少少唔同嘅，對比其他流派直接話你點樣啊，俾啲好空泛嘅形容咧，梁氏飛星係偏向有 logic 嘅，直接係一層一層咁樣引導我。所以我覺得今次嘅體驗係比較唔同其他流派。梁氏飛星紫微斗數係由台灣嘅梁若如大師發現嘅。點解講發現唔係發明唔係創造呢？係因為佢由原本嘅紫微斗數根底發現咗一啲規律，然之後再演變出嚟嘅。
技法方面同普通香港紫微斗數分別係咩呢？其實兩樣嘢可以話完全唔同嘢嚟嘅。梁氏飛星係比較動態嘅，係講啲飛星究竟呢個命宮佢嘅四化係咩呢？四化後面再化祿轉記就我哋梁氏飛星嘅技法，串連之後，我哋係可以好似睇電影咁樣，將每一件事嘅開始、經過、結尾，完整咁樣論翻晒出嚟。其實我以前都唔信玄學呢樣嘢嘅，反而調翻轉頭，我會揾一啲理論同埋揾一啲知識去反駁玄學呢樣嘢。我原本係 engine 出身嘅，我做 IT 行業嘅，做一個 programmer 啦，咁其實應該好科學噶嘛。之後我走去學日文，我個日文 miss 同我講，佢都識少少紫微斗數喎咁樣。到我決定咗要學啦，去到跟我而家呢個老師，其實中間都有一啲緣分嘅。佢連我心入邊，我第日想做咩發展，我近期嘅嘢、短期嘅嘢，佢全部講翻晒俾我聽。咁嗰個時我就心服口服啦。然之後咁我就全心全意咁樣去深耕梁氏飛星紫微斗數呢樣嘢。去到今日，我已經出咗嚟執業，已經成為咗一個執業嘅命理師。我係要靈星鬼理數嘅阿 Jeff，如果你有興趣揾我指點迷津嘅話，可以嚟揾我個店名。多謝大家。